挑战嘅数目是无强用唔怕，强爱600球，600球。你莫贪心，你莫贪心哈，600球。两个连200球，怎么还不爱出奖啊？总共一记，从小到大，好运从来就唔是定爱嘅神空发现。测验开始。眼皮薄容易放弃要不要改变，浪费时间不经思考就行动，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卤蛇指数99%。重启。我唔系卤蛇，我枪系幕后 V。大家是一只卤蛇，伊嘅运势唔好，不过佢懂善良，懂坚持，故所按当然做老几天数。我希望也出去做到本大家感受到小暖还有做唔得放弃嘅力量。原来成功的比赛很重啊！对我来讲，我一开始觉得佳佳真的是很衰呢，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衰？但是他很乐观。所以每一次我在看到剧本写，他遇到一个事件的时候，他当然是人类嘛，他会沮丧啊，会难过，但他总是有自己的方法，可以告诉自己不要放弃，要坚持。那其实我觉得，就希望观众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性格的话，也可以就觉得，人生虽然关关难过，但可以关关过。那我自己也觉得，我跟佳佳在这个方面还蛮像的，就有一种拱大。就客语就会说有一点懵，有点傻。好，慢慢的靠边，慢慢靠边。这是很颠簸，我是越野车手。跳杆，大扔头，100。我跟你讲，我平常养小黎本人真的刮刮乐的，真的中什么200中5000啊，什么就都会中。我演了佳佳之后，我买彩券真的从开拍到现在，我只有刚刚在这一家中了一次300。其他地方买都没有中，可能杀青之后再买吧，太入戏了。剩下100了。从小到大，家家有各式各样的情形要去面对。机会同命运，会总是本佢哋触奖，也是触奖之间来来回回。看善良又乐观嘅家家，你也奇妙离场，会读到吉欧巴嘅事情呢？佳佳是一个非常具象的乳蛇形象，然后她处处碰壁，但是最重要的是，她还是保持着善良的意念，她希望能够达到她心里面成功想要的那一个方向。善良是他最大的武器，他用善良去感动很多人，让很多人愿意去帮助他。所以呢，我在这部戏里面不断的用善良这个意象呢，希望能够让观众能够得到一个启发。只要我们心存善念，有很多事情、很多人自然而然的都会来帮助我们。各位向前，各位壮比。重阳啊，老头拜啊！佳佳爸爸是奇文哥，然后他是一个里长，对，他做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里长。然后佳佳的爷爷，就是他阿公，他也是里长，对，所以其实是个里长世家。然后爸爸奇文哥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是勇往直前、为乡里服务的那种，有一点点可爱、幽默的那种味道。团都球球，吃也吃。很多球的，从头做的车，跟姨妈的事情，我帮他报，对吗？做里长这个角色需要面面俱到，然后所以要跟很多的乡亲啊，然后里民啊打好关系啊，然后做里民服务啊，所以在家里可能应该就是交给妈妈来负责，所以家里都一切都听妈妈的。虽然演爸爸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后来导演就说希望能够年纪稍微长一点，
所以我回头我就会去想说，到底怎么样长才是一个不那么跳，但是又要好像很有活力这样。后来觉得蛮有趣的。伊布呢是印尼话的妈妈，我们在里面叫伊布。然后伊布是一个有话直说，然后非常善良、非常有温度的一个就是里长伯母。所以其实大家有什么事情的话，在那个乡里，第一个会想到想要找人帮忙的，就会是我的伊布。然后伊布她是卖猪脚的老板娘，所以她其实是非常的精打细算，会赚钱，会持家。但是她在精明的外表下，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心。孩子，都是县里长爱条票哦。好，一天呢，你听阮家家，老朋友讲一下，好啊。好了。安子生，拜托。不讲咩？加，来，坐好。哎，我跟阿迪认识快7年了，然后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拍戏会是怎么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说，戏无间谍啊，老朋友啊，要谈恋爱，我的妈呀，不要开玩笑了，奇怪。我那时候在想说，导这个角色是这么的照顾佳佳，就是你知道是个有肩膀的男人。我就一直在想说，吴正迪跟他的相处就很像是闺蜜，这样子要怎么就是走感情线？但真的拍了之后，他是一个非常细腻，而且对戏很有想法的人。家家食苦，全部面嚟。有尾伫遐件事情，叫你无闲的落去瞧迄无？没啦。因为哦，你讲比你紧张，我听说我的照片有点爽吧？其实亚哈泰家应该有看到条线，泰家可能都给预告的，就看得出来演小牙够色，他活泼，然后看起来其实有一点好像你会觉得这个男生好像有点轻浮的样子，但其实这是他的生存方式，因为佢有动作嘅演员，还有佢嘅个性，佢爱留其他嘅乡亲，留起里变到较群流的，古时候也係佢一个风色，又拄好，就係大家後輩咗嚟看嚟到演到佢又有另外一個性格係佢無想愛陪你看到的，就會主要係佢不卡的事情啊，所以大家都會看到演到他兩個性格，一個在他心裡面，一個是他放出來的，不管是你面對嘎嘎啊，然後常常在叮叮當當啊，還有老模型啊，就是那用上面嘅對話啊，或者是互動啊，你就會看得出來，佢係一個看起來是一個很開心的一個男生，但其實他內心有他自己不想要放出來的那一面，是很沉重的。還蠻那種鐵青的，有點講，給你個理想，還有講，給你個不漂亮，還不能。正能量。來，花花，爸爸媽媽接你回去咯。亂講法咧。冇啦。牙子牙大，唔過要總係同鄉親服侍到好勢，親情同愛情要總係本佢齊塔，看搭心又親有人情味嘅言道，做得樣嘅來一場人生嘅大改變。恩導因為家庭的羈絆呢，所以他放棄了離鄉，他選擇留在家裡面。其實他背後有一個我很想要提示觀眾的是他的孝順。其實孝順這件事情呢，能讓別人看見你的好。我們講百善孝為先嘛，所以我不斷的
在恩导这个角色后面去加上一些他困境的一些回溯。乐观是他的武器，他永远相信自己选择，相信自己去做的，而且他是那一种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人，所以乐观加上行动，变成恩导这个角色非常重要的背景。谁时间会安尼照来照去要这种发型记得啊？他染了一头红头发，他希望得到人家注意，他希望能够外显，而且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他想要用红头发去证明他其实是留在家乡，但是是最现代前卫的那一个人。人多会睇嘅，好攰蛋咯。係誰啊？我很想跟观众沟通的是，这个角色我们反而应该去敬佩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所说的很多话，其实都是我们想做，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勇气可以去做的。刘娜娜呢是一个立法委员的女儿，好像看似啊就是拥有了一切，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她好像却什么都没有。在刘娜娜的就是她的跟人际的互动上面，你会觉得她好像是个很霸道的人，但是她其实内心是个很没有自信的小女生。扛棒不用鸦片，他大念。刘娜娜其实有一句自白，台词是：爱身边跟你，唔係因為愛爸爸嘅關係，對愛下口，就是因為愛爸爸嘅關係張腦愛。然後我覺得我每次就是在排練到這一段戲的時候，我就會很難過，就是站在劉娜娜的這個角色裡面，我真的是會很傷心。来，那佳佳姐，给冲球一个机会，你就做动作就好了。好。青少，我要扮成慢走人叫吧，還有老友唔借錢，反正佢來當朋友。你還唔 happy 到？打超用力的日情。唔行啦，你做乜解要條件慢慢救出來？從細到大都按你遐性靈嘅。做嘛？我講槍唔掉就敗咯。講完一點，上外嘅又總係比需要嘅還較多。因心同故事，咪總係本期知道目測，還有險線騙人。看好強硬學嘅娜娜，對正向嘅環境度敢做的改變。娜娜乍看之下好像是刻板戲劇裡面的壞人，其實沒有，其實她是佳佳的對照組，只是她做不到佳佳自意想要做的事情，因為政治世家的羈絆，她從小到大有很多事情就被安排好了，她想掙脫這些安排，但是她卻做不到。不像佳佳一般的瀟灑，說走就走。但是他沒有看到佳佳的困境，他只是一直覺得佳佳這種人是他很嫉妒，所以呢，從小到大他就要破壞佳佳。其實我想用他這個角色跟大家分享，與其我們花時間去比較、去嫉妒，不如我們重新回來我們心裡面問問我們自己心裡的夢想，我們把時間花在追逐自己的夢的這條路上，不是更好嗎？永遠做得像你演啊，因為哦，假爸爸係立法理演。丁丁呢，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稳重，然后比较偏冷静的人。当当他是一个比较冲动，然后
心直口快的，鬼但我觉得点子比较多对，我觉得他很可爱。可是他在剧中就是一直被大家欺负，就每一个人都要打他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每天都要被姐姐推，还有佳佳也会对，佳佳也会打我。对，就是可能有时候有点白目，欠揍，但我觉得他是一个生活中很有趣的存在。学客家唔讲就无按简单，接上讲就唔会难，用心来学，种下都会有回报。好啊。就老眼万岁一张，谢谢这些年哦。就是一直听老师的录音，对，一开始其实抓不太到语感，然后一直听老师的录音，然后可是后面其实我们学到后面的时候，像我们有几个字汇，对，有几次跟老师对的时候，我们都是没有先听老师的录音，然后就是试着自己去理解，然后就觉得既然都对就觉得好像会了这样，然后但是我们用的字其实都蛮像，对，用的字汇的，对，就是基础生活用语的话，我们其实抓到一点。然后可是还是有很多很难念的字词，可是其实我觉得客家语还是有一个语感在，就是觉得其实蛮有趣的语感，知道这个语感很多三声，对，很多三声，然后就会讲得蛮顺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可以去考客语检定，但是讲着还是会不小心飙出台语，对，因为我们其实是小时候是跟阿妈讲会讲台语，然后老师就是常常一直提醒我们台语腔太重。有种人对客家的敏锐度较高，有种人较大。不过庆阳大家都用了当多时间去教去学。一开始上课面对面上课，可能上了2摆。不过因为拄好嗰种是迄疫情期间，安尼就建议讲做个稳做线上课。拄好个时间又较无限一时的，有种个时间总较切到黏当到演嘅时间，然后庆阳上客家嘅课就差不多排到咧。暗晡头10点到12点那种时间，不说大家上课上课的时间，对不对？有一些的课，不过大家天天的好，天天的有进步，到开始跑的时间，大家就做得有一些的成果安尼。客家话，因为我本身是苗栗客家人，跟爸爸妈妈呢都是那个汉人，故说伊要家己都平常是要讲1-2句的客家话，只不过。早期甲平常讲法无共用啊，故说每一出戏呢都会请到这个客语老师来，所以帮我们调整这个台词。我这一次已经决定要报名7月份的客语检定了。我那时候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啊，我知道他是要选里长嘛，然后我刚刚一看到剧本的时候，佳佳实在是。发青抖呢，发很多呢。他的台词都是几乎半夜那种一大趴人。各位阿叔、阿爸、阿叔妹、阿姨、太哥、太子，我喺等到法庭竞选法庭开始，准备开始竞选。什么大家嘅建议，唔讲，我同坚持我安尼，因为唔系同新人讲，啊乖，做只唔守规矩。我说，因太硬，咩应该爱守规矩，错冇？什么大家？因为我那时候一天平均是花快6个小时在听音档，用注音符号、罗马拼音跟各种可能别人看不懂的文字，在剧本上面花花绿绿，全部都是各种颜色。黄色是第一次顺情绪，红色是开始听录音档的时候我不会的字，再来呢各种密密麻麻的罗马拼音是写满满。最后呢，还有铅笔的是，我会把我录音的每一集录起来，传给老师，请他帮我听。然后传根老师真的帮我很大的忙，他就会帮我听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对不对？然后给我回馈。我每一集是这样子，我真的是手抠烂嘞。导演就是那时候都很怕我在真正拍摄的时候手指没了，所以还好我那1个半月就是苦读老师，也苦读自己。但现在这些东西我完全已经可以吃下来了。鼓手呀哈，先生讲，呀哈嘅客家话应该要
不敢说100分，但他说至少有90分以上，然后他鼓励我可以去考中高级潜力。其实我本人，我的父母是客家人，但是很可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从小就是住在福建人跟潮州人的环境里面，所以呢，比如说我爸妈跟我讲客家话，我是会他潮州话的，好，但是不代表说我听不懂，我可以听，我多多少少会讲，但是呢，剧本戏是不是我们讲话这么简单的？我平常讲话是很慢的，一步一步来，一句一句来。但是戏里面呢，你要讲话很快，就是骂人。你做你拍毕业了，真的没来送，哎，你来先听，哎，拍出来你做毕业了。所以我讲话的速度是要快的。那在练习呢，跟背剧本的时候啊，我都把我的嘴巴咬坏，下面拿石头都咬到都破了，光2个月后，整个嘴巴都没有好过。所以我过这一点，我觉得好辛苦啊。然后我每天就吃了很多柳丁啦、维他命 C 啊，希望伤口赶快好。唔过咱那个嘴巴还个协调，也就叫的已经转到3边啊，对不起，也就叫的对不起。练习客语真是。我想我们之前好像有拍那个小小的那个我们在练习的片段，其实那这客语就是因为第一次就是用客家话去演戏，然后呢这部戏因为也是有很多演讲啊，然后有很多就是很多大的那个大片段你要讲的台词，又加上我们的准备时间可能真的比较短，只有1个月，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每次拿到那个录音档的时候，我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在背台词，然后导演跟就是制作团队大家都在想办法，想说要怎么样可以帮助我去赶快的把这个客语练习上。所以呢，就是用了很多方式，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说啊，那我就是可能要先听打完之后再标注音，标完注音之后呢，再确定这个音，这个确定完之后呢，再练习练句子，练完句子完之后再练加情绪，情绪之后呢就可以表演了。但是呢，每一场就是每3集，我大概要准备2个礼拜，然后导演就说不行，这种时间根本来不及。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在拍摄前的时候呢，每个礼拜就会到剧办，然后导演就是压着我，就是要直接就是一边就是把自己标注的注音注上去之后呢，一边就直接演了。其实因为这次客语的确就是花比较多时间去调整，然后就因为我们现场有那个纯根学长，就是他会调整我们的音，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真的蛮挫折的，因为其实一开始就是自己在背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音背错了，所以呢在现场的时候有时候调不过来，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天啊，自己怎么那么糟。啊，所以搞个大音，你还是要给你留喺正头表演。因为我习惯讲阿 K 狗了，所以改不过来。我们的客语指导老师就很有耐心，就是总是就是不会生气，他永远都不会生气，他永远都会说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然后没关系，然后就是重复，他不厌其烦的讲好多次，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感谢，还是有这些人的支持，我们才可以就是完成这部戏这样。say